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6月13公司台记大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先开始，咱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昨昏，咱国内新增加251个确定病例，本土病例有250例，境外有1例，阁有26个人死亡。其中有1个是101岁阿嬷，是目前咱国内死亡个案内底上济岁的。目前国内死亡人数计共411例。另外，鸿海的创办人郭台铭讲要捐500万栋 BNT 的预防车。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昨昏是强调讲，政府会用专案的方式来办理进口。新冠本土疫情继续一直拖，拜六12时增加250例本土病例，其中以新北市133例上多，再来是台北市65例，贵人市16例，桃园市13例，苗栗县9例，花莲县3例，宜兰县、新德市、彰化县甲台中市各2例，高雄市、云林县、新德县各1例。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疫情无恶化，不过希望爱小心来面对，并且搁再呼吁民众5日做连续假期，尽量避免出外，对着防疫较有帮助。整体来讲，这疫情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当然也没有突发的恶化。那虽然这几天病例稍微比较少一点，不过我们还是要非常的谨慎以对。另外，新增加26例死亡的病例，分别是男性17个、女性9个，其中有6个人对确诊到死亡无超过5天，有7个人是死了后才确诊的。而死亡的个案内底，案例1162是102岁女性，是这阵死亡年龄上侪岁，确诊了后2天过身。指挥中心讲，死亡的年龄分布也是以60岁以上的老人较多，整体致死率是3.2%，比全球平均致死率2.16%较悬。死亡可以看出来，都是以60岁以上，大概就占了大概89% 左右哦。那所以这个年龄层，当然除了高龄之外，那还有一些慢性的疾病。为了让疫苗的资源有效来运用，指挥中心也宣布，对1日起开放头一剂注射不良反应的人，会使分次无共抢排的第2剂。专家表示，欧洲的研究发现，先注3病毒疫苗 AZ， 再注 mRNA 疫苗辉瑞 BNT， 下里上免疫反应更加好。打了 AZ 以后，再打 BNT 辉瑞的这个疫苗以后，那确实它的综合抗体的能力效价变得更为比同样都是打 AZ 的来说是更为理想了。指挥中心讲，124万剂 AZ 疫苗，为期下礼拜2 15开始注，请地方政府依照目标10群来注射，并且订定注射分流计划，也请地方政府伫网站公布注射计划报指挥中心，若要提供民众咨询的专线。头一批配送疫苗，75岁以上老人是以27%的比例去配发数量。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委托大空进口的辉瑞 BNT 疫苗申请，但是中讲会有条件来允准专案来进口，真相大力量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捐予咱台湾124万栋 AZ 预防车，自本是6月15要开始注射，不过中央是提早配送，所以已经送出50万栋予地方，嘛予各县市家己决定讲注射的时间。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各县市本着的数量济少的基础是按照比例公平来分的，未来卖看注射状况随时调整。其中，疫情上食力的新北市分着83000栋，高雄是分着90100栋。疫情指挥中心是解释讲，高雄比新北还阁较济，是因为内底有10100栋是要予军方的。实际上，高雄是分着8万栋，台北市甲台中市是分着7万栋，桃园甲台南拢是56000栋，新北市甲高雄市还阁真侪所在，昨昏拢已经提早注射。若87岁以上的时段是摆6月15到17大型注射。再来高雄这边，咱来看高雄有分着9万多栋，昨昏早起10点已经开始注，若台南伫昨下晡嘛已经开始注射。并从1日起就批注疫苗，日本款的 AZ 疫苗由中央配送。高雄拜六12早起9点外摕到10点就注第1支，甲其他县市比起来速度算是真紧。原来是提前注册收到疫苗，民政系统马上公布联络。我一开始听到是下一波开始是下礼拜2才会通知，所以我本来预期是会过完端午节才会收到通知，可是昨天是很临时，11点多通知我们的，晚上11点多。几批的一个疫苗操作下来，其实大家都心里有数啦，只是说这个是不是能够顺利的造册到位？那当然造册到位，我们就可以开工。
高雄各增加一个本土病例，14天居家隔离，各加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连续5摆采检拢是阴性，错地解除居家隔离采检全阳性。这波驻还至到5类优先对象了后，15万年岁较大的人是否要参考日本和住的人，顶距离坐几排，依次坐骨轮椅，一个坐的方式来加紧速度。台南也宣布12月下晡开始做疫苗。疫苗到达的时间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是我们原先已经准备好了，该通知的都已经通知过了，所以我们没有临时通知人过来集中施打站来施打。台南市强调，以下5类的成住，15开始为老大人开始做疫苗，提前3天开始做，民众应更较早得到防护，应更较紧，朝全体免疫目标来行。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双北的部分，台北市有分到7万栋，新北市是分到83000栋。双北伫昨下晡嘛提早开放予长照中心的老大人注射。新北市昨嘛有开放予13000个小腰子的患者会当去做预防针。日本送予台湾114万剂 AZ 疫苗，原本按算15开始做，不过中央提前配送予地方，台北市得到7万剂，不过要扣掉中央寄存的12000剂，实际应用的只有58000剂。市长郭文泰表示，长照机构12都提前开始做。台北市75岁以上有19,401人，疫苗数量无够，所以第一波做的对象锁定高风险族群，也就是85岁以上加65岁以上原住民。13、14开放预约，15开始做，不过老大人被操作网络预约免怎的？郭文泰表示，会将通知单寄到厝内。不能预约的。我们会给你通知单，我们会指定每一个里都有一个对应的医院的时段。我们下午施打的，先从洗肾患者以及注射型的长照机构开始施打，因为这一类风险最高、最脆弱。新北市得到83000剂疫苗，12都先予长照机构住民甲工作人员24000人先做。甲台北市无同时，新北13000个小腰子患者同一天也开始做。75岁以上什么时阵开始做？市长侯友宜决定53000外85岁以上老大人15先做，用分区、分里、分流来做。85岁以上的长者打的是21家合约医院以及29家的卫生所跟中大型的接种站。台北做的地点除了28间地区病院、12间联医门诊部、130间社区诊所，部分病院减少群聚，会将做的地点设定院外。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咱国内预防针无够价，致使死亡率较悬。最近死亡了后确诊的案例嘛愈来愈多。检察官叶过发出声明，呼吁指挥中心量早替检察官这高风险族群大声注意预防针。指挥官陈时中昨是回应讲，有想到检察官甲书记官可能会直接接触这死亡的个案，所以会赶紧甲因加入大声注射名单。来关心中国时报。疫情严重，小署昨昏是宣布讲，已经核准3款居家快筛试剂的专案进口，有2款是核酸检测的快筛，有1款是抗原的快筛，按算1礼拜后就到过。到时呢，伫药妆店、西药房就买有。来看自由时报，为了减少51个连续假期，民众塞车出门，登去故乡。交通部是采取高强度、严格的交流道管制，要让高速公路无好行。昨昏真侪交流道大塞车，嘛造成袂少客运过运拢塞掉咧。真正有需要的嘛，互踏惨到是怨叹价。交通部今日讲，已经要赶紧针对物流也是客运这款车辆较侪交流道放零限制。来关心昨昏是51个连续假期的头一天，交通部严格管制交流道，所以有真侪所在是塞甲真严重。另外，100个连续假期天气的部分要提醒乡亲，小熊风台已经形成啊，也毋过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毋过明仔载，伫南部雨水会变较高。
伫惊疫情伫咧5日节假期摊开，交通部释出有史以来上界严格的交流道管控制度，红灯的秒数拢加倍，上长有35秒。国道1号、5股、桃园、湖口、台中，也阁有国道3号、中和、南深路，接国道5号、南港系统，对12早起到下晡拢出现马上高速的车阵。截至下午3点。国五南向雪隧的通过量大概是9400辆次，相较于去年同期减少了72%。袂少交流道路口拢有警察伫咧指挥，毋过管制措施严格，也影响袂少上班族甲物流车。交通部中昼是紧急放令14个物流车较侪交流道增加青灯的秒数。对这些要工作的民众感到非常抱歉。不过因为这样子，也让大家在返乡的这件事情上得到社会各界大家一起来认同也支持哈。高公局表示，12下晡3点为止，全线交通量大概30.5万车公里，估计12规工53万车公里，含去年同期减55%，确实有影有效管控长途的车流。也若天气部分，气象局表示，今年第4号风台小熊已经伫咧下晡形成，对台湾无直接影响。这2天各地天气拢稍热，到10时以后受西南风影响，南台湾的雨水就会较高。记者阿敏珍、林玉凯、谢桂林台北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全世界疫情已经有大大咧转好，观光邮轮嘛已经起行。也毋过说传出北美的邮轮恢复营运了后，头一逝船帮尔就传出船顶有旅客确诊。另外，伫俄罗斯目前是驻因家己国家生产研发的预防车，也毋过因的民众注射意愿无悬，所以因一天嘛有12000外人确诊，嘛创下最近3个月以来新高。俄罗斯红场甲克林姆林宫边啊，人潮来去去。为今年开始，德国来自疫苗史普尼克 V 的俄罗斯，在伊报告的过去24点钟，增加的病人达到12505个人，创下3个月以来的新高。Да, страшно было год назад,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А сейчас, я считаю, что у меня организм молодой, и даже если я заболею, то я, в принципе, с этим прекрасно справлюсь. 俄罗斯当局表示，虽然政府鼓励民众注疫苗，也过超过60%的民众无注射的意愿，所以和最近的确诊人数又搁开始增加。除了俄罗斯停1档外，北美皇家加勒比邮轮伫这个月初5，进行测试后头一届恢复航班，所传出有2名乘客伫上船了后确诊。This is the first cruise to return to safe cruising after the shutdown of the industry over a year ago. Yesterday, we were notified just before leaving Curacao that 2 guests on board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邮轮公司表示，2名乘客伫上船进前拢有注过疫苗，所以伫结束旅行进前的检测内底发现确诊，其个员工甲乘客是检测结果拢正做阴性。目前确诊的病人已经留伫船顶隔离，互船顶医护人员监控健康的状况。邮轮嘛会伫12转去到圣马丁。经过统计，目前全球因为疫情死亡的人达到378万人，其中美国死亡的人数接近60万人。纽约布鲁克林的公墓周围都有真侪人带手写的卡片甲白纸条去追悼死者。伫英国展开的7大工业国 G7 峰会会场外口，毛民众点蜡烛追悼死者以外，用行动来敦促参加的各国领导人会当帮助其他的国家度过疫情。关心新闻的同朋友。今头等下国内，咱来关心目前咱国内的本土病例数。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新增加250例，目前咱台湾的本土病例计共11538例。咱来看伫各县市的分布。目前咱台湾病例数超过3000例以上的县市，包括新北市有5553例，台北市有3872例，超过100例以上的伫桃园有558例，苗栗有420例，彰化有246例，伫基隆是242例，台中177例。另外，昨昏死亡个案有26例。目前咱国内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计共12746例。这个数字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统计。来关心中部疫情，苗栗昨昏是加9例，拢是甲科技公司移工的群组感染有关系。另外，台中有加2例，虽邦百货公司无新增加案例，也毋过有员工是反映讲，市府干那替1楼的员工做快筛，认为安尼无合理。啊，若伫彰化，昨昏有加2例，伫云林是加1例。
新光三越台中中港店拜六继续停业，台中市府礼拜五下晡启设前进指挥所甲快泰站，当日暗时就撤离。卫生局虽然呼吁新光三越1楼、2楼甲地下1楼员工因为行踪停塌爱快泰，不过所员工投诉根本无接到快泰通知。得到政府发布成立快筛后，我们去问楼管为什么没有收到通知，才知道只筛1楼的，其他的可能要去自费筛检。政府发布的和实际上的都不一样，让我们觉得整个处理过程非常的不合宜。台中市12增加2例个案，是一对男女朋友有北部移工朋友接触史。虽然新光三越无增加相关确诊个案，不过对百会员工的集集，台中市府有关无关去说明。苗栗县是增加9例确诊个案，也是甲移工群组有关系。警方6例，地方2例，警定1例。警方目前正进行第2摆 PCR， 所以去也有第3摆采检。相关的这个工作群里面，有一些是混居的，那有一些是因为相对比较常的聚集比较多，所以这整个区域里面的，我们都会安排，几乎是一个全场的一个普筛的情况来做，而且还要周期性的做。苗栗县府做疫苗原本用线顶有效，不过12早起无法度入去，民众是有怨言。县府紧急停止有效，改由村里长做册通知民众来做。中法院增加2例是绝对侮辱甲某一病院群组感染有关系。他们出院之后呢，大概再过了差不多不到1个礼拜，就又发病了。那2个一起得到。中法院的疫苗有效也引起民愤，因为用电话有效，11一开放真紧就满，真侪人走去卫生所问，也拢无结果。县长王惠美伫直播当中回示咧，强调是疫苗配发成果少，婚姻增加1例确诊个案，依然是大数6轻员工，6轻已经有5人染疫，目前所有行踪拢已经消毒，相关接触者扩大调查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家人昨昏是加16例，其中有10例是一间养护中心的群组感染。那伫通园有加13例，其中有2例是龟山一间工厂的群组感染。所以通园市长郑文灿是宣布讲，今仔日要替200外的这间公司的员工各做一摆体检。第6点头甲顶仔卡喷漂白水，停伫路边的车也相关喷落去。贵人市环保局下晡伫着七堵区做街路来进行大消毒。在贵人市新增加16个确诊案例，某一个养护中心确诊人数上多，有9个是70到90外岁老大人，1个是外籍的照护员，2个是北农工作场所的接触者，有2个是仁爱市场大头的外籍看护，也有2个是案例11638的后生，也有家后。他们现在虽然是确诊，不过都没有任何的一个症状。昨天我们就立即安排把这些长者收治在长庚医院跟部立基隆医院。针对这一个养护中心，我们要执行这个降载的一个计划。伫指标个案方面，因为台北新光三越有确诊的专柜小姐，伫贵人甲台北通勤来回，贵人只也公布这个个案有坐过台铁的火车。那上午大概是搭乘11点左右的台铁区间车，那另外是晚上的8点，从这个台北也是一样搭乘区间车回到基隆，在八堵车站下车。我来看一下桃园，在离指挥中心公布这所在有13例确诊，也不过桃园市府认为，其中2例来自苗栗电子厂的互相烧毁，1例属有台北，所以讲认定只有10例是新增加的个案。也过其中有人来自龟山某一个工厂的互相烧毁案件，显示这个工厂的疫情是继续一直拖。有的会一采阴之后，仍然经过一段时间2采会阳性，我们决定工厂停工，200多位员工跟相关人员全部裁减。龟山某一个工厂总计22个人确诊，桃园市府宣布13个对厂内200多名员工来进行 PCR 检测。伫卡料方面，包含南坎市场、龟山市场甲美联社这的采买所在，拢列伫内底。若是有去过这所在人，必须爱提过警觉。记者综合报道。那新竹县昨昏是加12例，嘛是长照中心的群组感染。是伫当有2间长照中心发生群组感染，嘛有考出64个接触者，目前当地隔离。新竹县11新增加12例确诊者，拢是长照中心的人员，包括有住伫内底的士大、看护以及护理师。其实爆发前一天，这2间中心就已经分别传出有1名确诊者。
想袂到隔天连面发生群组感染。传播链的厘清啊，还是需要中央专家来协助啊。那对于机构群聚案件啊，只要有被匡列的相关接触人员啊，都会全部采 PCR。接到通报，卫生局赶紧派人来到中心关心，也针对附近的公共场所进行消毒，避免疫情继续扩大。在哩中心市传出更增加一名确诊者。第一时间里面，我们已经跟这个2家的机构，我们做了一些辅导，也落实了分仓分流及环境消毒的作业，全力的围堵，让这疫情不要扩散出去。新竹县总共有16间长照机构，目前已经完成700多人的体检，按算16进前完成全部的快筛作业，卖加强检测疫情敢有扩大的状况。记者张文和新竹报道。疫情也未收煞，千万唔通群聚。中华警方利用5日节连假扩大稽查，刚正经有去抓到有人在群聚咧啉烧酒。那台南是有一间工厂举办面试，41个人挤伫同一间房间，违反防疫规定，即马爱犯法。那伫桃园嘛抓到有人咧跋筊。来，口罩先戴，要戴口罩。汤北体为到订食物件也无挂喙暗自疫情真严重，中华北道警分局利用5日节连续假期，扩大对着外籍移工开到店的场所来强化稽查。经过民众检举，有徛过内底真吵闹，发现有9名移工互相斗阵伫啉烧酒，依法来告发。警察发现内底有4名是逃走移工。那边超过5个人了哦。来，你们都不要动，你们都坐好，你们都站好。伫伫中华另外一个印尼的面店是假休困私底下营业，警方到场也发现有4名移工、2名负责人伫咧食饭开讲，明显违法，会函送卫生局裁罚。会议室内底坐真侪要来找头路的人，台南永康区一间工厂西到举办面试，虽然每一个人拢有挂喙暗，也佫真明显无保持社交距离，而且已经违反室内袂使有5个人以上斗阵的规定。警方来到现场开发，现场总共有41位工作人员甲来找头路的人，也未找到头路，每一人恐计用新罚6万块。另外，桃园在1深夜也查到一个拍麻将的赌场，包含负责人4岁翁仔某，还佫有8个跋筊的人，也查扣现金将近20万块。专案依照跋筊罪，也佫违反社会法来侦办。另外，也违反防疫规定，佫再依照传染病防治法来开发。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的天气预测。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6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是25度至35度；南部的温度是26度至34度；东部的温度是24度至33度。外岛的温度是24度至3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